中國咧有句老話叫不時不食，意思係食嘢要講究時令。營養專家指出，冬春交替嘅季節其實係一年之中食魚嘅好時機。點解冬春嘅魚好食呢？因為冬天水溫低，魚為咗抵禦寒冷，會搏命搵嘢食，喺體內儲存大量脂肪同營養。與此同時，冬春季節亦都係好多魚類準備繁衍後代嘅前期。呢個時候嘅魚可以話係一年之中最肥美、肉質最緊實、營養最豐富嘅階段。到咗呢個時候，大家去街市不妨多留意以下呢5種魚。一、牙帶魚。牙帶魚係大家最熟悉嘅深海魚之一。一到冬天，牙帶魚就會成群結隊從北方較凍嘅海域向南方相對和暖嘅海域游動，去越冬同產卵，咁就形成咗冬季特有嘅牙帶魚汛。經過秋天瘋狂覓食，冬天嘅牙帶魚肚入邊儲滿咗厚厚嘅油脂。呢個時候嘅牙帶魚唔單止魚身寬厚，而且肉質異常細嫩，脂香濃郁。牙帶魚唔單止富含優質蛋白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，仲含有豐富嘅鈣、磷、鐵、碘同維他命 A 同 B 族維他命。尤其係佢嘅魚骨同魚肉入邊鈣含量非常高，對於正處於發育期嘅小朋友同容易有骨質疏鬆嘅長輩嚟講，冬天食牙帶魚係非常好嘅營養補充。二、鮑魚。淡魚係我哋最常見嘅淡水魚之一，好多淡水魚到咗冬天就唔太中意搵嘢食，但淡魚非常耐寒，喺冰凍嘅水入邊依然保持住旺盛嘅食慾。為咗越冬，佢會將自己食到圓滾滾、膘肥體壯。冬天嘅雙魚肉質特別鮮甜，而且佢含有嘅蛋白質質量極高，人體必需嘅多種氨基酸含量好充足，非常容易被人體吸收。冬天買2條新鮮活跳嘅烤魚，加幾塊豆腐，熬成一煲奶白色嘅熱湯，唔單止味道鮮美，仲可以暖胃驅寒。不過個魚嘅幼細肌間刺比較多，食嘅時候一定要慢慢嚼、慢慢吞，尤其係長輩同小朋友要特別小心。3、小黃魚。每年農曆11月中旬到第2年正月，係小黃魚最肥美嘅冬汛期。小黃魚雖然個頭唔大，但肉質好似蒜肉一樣柔軟又有彈性，鮮香撲鼻。從營養成分嚟睇，小黃魚絕對係個寶藏。佢體內嘅磷同碘含量好高，而且仲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A 同 DHA。維他命 A 對於維持視力、舒緩眼乾眼澀非常有好處。DHA 被譽為腦黃金，特別適合正處於大腦發育黃金期嘅嬰幼兒同學齡兒童食用。每100克小黃魚嘅魚肉入邊就含有 0.33 克 DHA， 呢個比例喺普通海魚入邊咧係非常名列前茅嘅。4、淡水鱸魚。好多人平時唔太中意食淡水魚，成日覺得有一股好難去除嘅泥腥味。其實呢種泥腥味咧，主要來自水體入邊嘅某啲藻類同埋放線菌。到咗冬天，氣溫大幅下降，池塘同河流入邊嘅藻類同細菌繁殖受到咗極大抑制，水質變得比夏天清澈好多。因此，冬天撈上嚟嘅淡水鱸魚，泥腥味會大幅降低，食起上嚟滿口都係純粹嘅魚肉鮮甜。鱸魚最大嘅優點就係涮肉，一條主骨，除咗中間嘅大魚骨，肉入邊基本冇幼刺，食起上嚟非常方便又安全。喺口感上，鱸魚肉質滑嫩，一啲都唔輸俾價格昂貴嘅鮭魚。更重要嘅係喺常見嘅淡水魚種入邊，鱸魚係為數唔多 DHA 含量較高嘅品種，而好似鮭魚呢類其他淡水魚DHA 含量其實微乎其微，因此想俾小朋友補腦又經如刺漏喉，冬天嘅淡水鱸魚係性價比極高嘅選擇。5、黑鯇。喺長江以南嘅平原地區，每年由冬至到過年呢段時間係黑鯇大量上市嘅季節。黑鯇體型通常好大，肉厚刺少，
而且喺呢個季節價格往往非常親民。唔好因為黑丸價錢相宜就睇低佢嘅營養價值。冬天嘅黑丸蛋白質含量高達 20.1%， 呢個數值喺魚類入邊屬於高水平。除咗蛋白質同維他命 A， 黑丸仲有一個突出嘅營養亮點，就係佢含有豐富嘅微量元素硒。硒係一種非常強效嘅抗氧化劑，對於提升人體免疫力、保護心臟同肝臟健康都有住不可忽視嘅作用。南方人過年中意用大條黑丸做鮑魚或者醃製臘魚，其實買新鮮黑丸切斷紅燒，同樣係既抵食又有營養嘅硬菜。買到咗好魚，如果烹調方法唔啱，一樣都係白費。魚嘅唔同煮法唔單止直接決定咗呢道菜好唔好食，更加決定咗你食落肚嘅係營養定係健康負擔。我哋將常見嘅煮魚方法分為3個等級，大家喺廚房入邊可以作為參考。最推薦嘅做法咧，清蒸、清燉。如果你買到嘅係非常新鮮嘅活魚，清蒸絕對係首選。清蒸呢種相對溫和嘅加熱方式，能夠最大程度鎖住魚肉入邊嘅水分，令肉質保持鮮嫩。更重要嘅係，清蒸同清燉唔會破壞魚肉入邊珍貴嘅奧米加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，亦都可以好好咁保留魚肉入邊嘅維他命同礦物質。因為唔需要額外放大量食用油，清蒸魚嘅熱量非常低，食落肚唔會俾腸胃同心血管帶嚟任何負擔。比較適合清蒸嘅魚包括江豚、鱸魚、桂魚、黃花魚、石斑魚等。呢類魚嘅特點係刺少、肉嫩，本身腥味就好淡，只需要少少蔥絲、薑片同少少蒸魚豉油就可以激發出魚肉天然嘅鮮甜。一般推薦嘅做法，煲湯、紅燒呢2種呢，亦都係普羅大眾屋企最常用嘅煮法啦。熬魚湯味道的確鮮美，因為喺長時間熬煮嘅過程入邊，魚肉入邊嘅一部分游離氨基酸同鮮味物質溶解到咗湯入邊，但要留意長時間熬煮會破壞部分維他命。另外，好多人中意將魚湯熬到好似牛奶一樣白，其實呢種奶白色嘅湯汁係魚嘅脂肪被水乳化之後形成嘅。飲多咗就等於飲咗大量脂肪落肚。記住一句說話，營養主要都仲係喺魚肉入邊。飲湯嘅同時一定要食魚肉。適合煲湯嘅魚包括生魚、瓜魚、黃骨魚等。呢啲魚可以燉出非常濃郁醇厚嘅湯汁。紅燒魚味道濃郁，特別送飯。但係紅燒嘅缺點在於咧，為咗上色同提味，往往會加入比較多嘅油、鹽、豉油同糖，咁就無形中增加咗鈉同熱量嘅攝入。如果喺屋企整紅燒魚，建議先將魚兩面用少少油輕煎定型就可以，千祈唔好放半煲油去炸。燉煮嘅時候盡量少放鹽同糖，用蔥薑蒜同八角呢類天然香料去提味。適合紅燒嘅魚包括鯉魚、白蛞、鯇魚、牙帶魚、鱔魚等。呢啲魚肉質相對緊實，或者帶有一定腥味，需要濃味去壓制。最唔推薦嘅做法，油煎、油炸。無論你買幾貴嘅深海魚，只要將佢放進高溫嘅油鑊入邊炸透，佢入邊珍貴嘅不飽和脂肪酸就會損失殆盡。膽固醇亦都會發生嚴重氧化，高溫之下產生嘅雜環胺同多環芳烴更加係健康嘅隱形殺手。油炸魚雖然食起上嚟外酥內嫩，香氣撲鼻，但呢個完全係油脂同美拉德反應帶嚟嘅錯覺。為咗成家人嘅健康，無論係逢年過節定係日常請客，油炸魚、糖醋脆皮魚呢類需要大量滾油炸製嘅菜式，盡量少出現喺屋企嘅飯台上邊。總括而言，食魚係一門學問，希望大家喺日常生活入邊多揀安全性高嘅常見魚類，盡量少食大型肉食魚同生魚肉。順應季節變化，喺冬春兩季
多食牙帶魚、鱸魚呢類肥美又有營養嘅品種。喺廚房入邊多用清蒸、燉煮呢類溫和嘅烹調方式，少用高溫油炸。咁樣我哋就可以喺享受大自然饋贈嘅美味嘅同時，將健康牢牢咁食落肚入邊。